每年3伏天之前咧，都會有好多人問我，究竟咧天灸係咪真係有用嘅呢？好多人可能試過咧貼完之後，身體咧唔見得有幾好之餘，仲留埋個天灸印喺度，又紅又腫，仲要起水泡，個人咧保3、5、7年咧都去唔到添，所以最終咧都係選擇放棄嘅。而真相係天灸唔係貼一貼就有用嘅，而係要掌握3個關鍵點。一年入邊最適合貼天灸嘅時間就係夏季嘅3伏天同埋冬季嘅3九天，而天灸就喺呢2個時段去用一啲中藥整成一啲藥貼去敷喺穴位上面嘅。嚟緊7月20號就係3伏天嘅開始啦。我哋中醫認為冬病夏治就係藉住夏天陽氣最旺盛嘅時候進行治療嘅，可以預防到冬天嘅哮喘、傷風、感冒或者係手腳冰冷等等嘅情況嘅。不過如果想效果更好嘅話咧，我建議冬灸同埋夏灸咧2個時段都要貼，連續俾啲耐性咁樣去貼3年咧，症狀就會大大改善噶啦。天灸除咗適合一啲容易攰、免疫力低，仲有成日手腳冰冷嘅虛寒體質，同埋有內分泌嘅婦科問題女士們，哮喘、鼻敏感，仲有關節疼痛嘅長期病患。如果你有以上嘅症狀嘅話，天灸可以幫你改善到個症狀，同埋預防到呢個問題噶。相反，熱性體質、2歲以下嘅兒童、孕婦、有嚴重心腦血管、肝腎功能異常，同埋未受藥控嘅糖尿病患者就唔適宜貼天灸啦。每個人嘅體質都唔同，選用嘅藥材同埋敷貼嘅時間咧都因人而異嘅。好似有啲係濕疹啊或者容易皮膚敏感嘅患者咧，就唔可以貼太耐啦，因為起咗水泡嘅話都會容易咧影響咗貼天灸嘅療效嘅。所以記得揾翻專業嘅中醫師去幫你貼天灸啦。如果以上嗰3點都做到嘅話，天灸唔單止可以緩解你長年累月嘅慢性病之外，仲可以整體提升你嘅免疫力噶。如果你都係唔知道自己適唔適合貼天灸，歡迎 DM 我了解更多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